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每年農曆7月，民間傳統稱之為鬼月。呢個月份在佛教稱為盂蘭盆節，在道教稱為中元節，都係一個祭祀祖先、超度亡靈嘅日子。傳統認為5、7月地府之門會打開，讓先人返回陽間接受後人嘅供奉。呢個習俗已經流傳呢幾千年。從魏魯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有相關記載，歷經多個朝代演變，成為華人社會一個非常重要嘅傳統節日。蘇師傅經常講，風水命理不只是迷信，背後往往有現實嘅道理。有的是衛生問題，有的是安全考量，有的是心理上嘅自我保護，有的是人與人之間嘅基本尊重。幾千年來累積下來嘅禁忌和習慣能夠流傳至今，必然有它嘅道理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整理一下鬼月期間需要注意嘅10個事項，每一樣我都會講清楚傳統說法是怎樣嘅，蘇師傅怎樣解讀，背後又有冇現實嘅根據。如果覺得內容有用，歡迎分享給身邊嘅朋友，特別是家中嘅長輩，因為老人家在這段時間確實需要多一點照顧和關心。第一，夜晚盡量少出街，尤其是老人家和小朋友。傳統講法，農曆7月地府之門打開，夜晚陰氣重，靈體會在夜間活動，容易與人相遇，特別是陽氣較弱嘅人。人身上有3把火，頭頂1把，左右肩膀各1把。3把火齊全的時候，陽氣旺盛，百邪不侵。但如果其中1把火因為受驚、疲勞、生病等原因而減弱，陽氣就會變弱，防護力下降，容易受到外來氣場嘅干擾。老人家年紀大，身體機能下降，本身陽氣就不夠旺盛，加上多數有長期病患，抵抗力較差。小朋友則是因為身體尚未發育完全，磁場比較開放，對外界嘅感應比成年人更敏感。懷孕的婦女因為身體承載着兩生命，氣場比較特殊，亦屬於需要注意嘅群體。還有剛生完孩子嘅產婦，身體虛弱，同樣屬於高風險人群。蘇師傅的建議是，如果真的有需要在夜晚外出，最好有人陪同，盡量結伴而行，不要單獨一人。走路時候靠路中間走，不要貼着牆邊，因為牆邊較為陰暗，氣場相對較重，而且牆角容易積聚雜氣。在路上見到路邊嘅物品或祭品，不要好奇觀看或觸碰，保持距離走過就好。回到家門口之前，可以輕輕拍一拍身上嘅衣服，或者大聲咳嗽一下。傳統認為講樣可以把跟隨嘅氣場驅散。進門之後可以洗個臉、洗手杖，把外面嘅東西洗掉。從心理學嘅角度嚟看，這些動作都是一種心理暗示，提醒自己已經回到安全嘅地方，可以放鬆下來啦。對於穩定情緒有正面作用。從現實角度嚟看，7月天氣炎熱，夜晚在外面活動嘅人多，車也多，路面情況比較複雜。老人家夜晚外出視力較差，反應較慢，加上路面燈光不足，容易發生跌倒或碰撞意外。加上7月經常下雨，路面濕滑，跌倒嘅風險更高。所以傳統說夜晚少出門，本質上是一種保護自己嘅建議，與迷信無關，是關乎安全和健康。第二，夜晚比較亂吹口哨，又比較大聲喧譁。傳統講法，吹口哨嘅聲音頻率比較尖噪，與平時說話嘅聲音不同，容易引起靈體嘅注意。特別是在樓梯底、廁所、廚房這些比較陰暗潮濕嘅地方，更加不宜吹口哨或大聲喊叫。這些地方本來就是濕氣和陰氣較重嘅位置，如果再發出尖噪嘅聲音，就更容易吸引不好嘅氣場靠近。蘇師傅解釋過，從物理角度嚟看，尖噪嘅聲音確實比較容易引起人嘅注意力。在寂靜嘅夜晚突然出現尖噪嘅聲音，人會本能地產生警覺和緊張。如果一個人心裏本來就有恐懼，聽到這啲聲音之後，就更加容易疑神疑鬼，自己嚇自己。而這種緊張和恐懼又會進一步削弱人嘅氣場，形成一個負面循環。從心理角度嚟看，夜晚環境安靜，人哋情緒本來就比較敏感。如果你一邊走路一邊想着會唔會有鬼，咁任何一點風吹草動，無論是樹葉掉落還是貓叫，都會被你放大，最後變成自己嚇自己。所以與其話是招惹什麼，不如話是讓自己嘅情緒變得不安，從而影響咗正常嘅判斷力。現實層面，夜晚大聲喧嘩、吹口哨本身就會打擾到別人休息，這是基本嘅社會公德，與迷信無關。而且喺夜深人靜嘅時候大聲吵鬧，容易引起鄰居不滿，甚至可能引發爭執，對自己又唔有好處。第三，衣服不要掛在外面過夜，尤其是貼身衣物。傳統講法，夜晚陰氣重，衣服掛在外面過夜會沾上陰濕之氣，穿上身之後容易生病，特別是小朋友嘅衣服。
因為小朋友陽氣較弱，更加容易受到影響。貼身衣物因為直接接觸皮膚有自己嘅體味，更容易被靈體附住。傳統認為靈體會被人體的氣味吸引，所以貼身衣物不宜放室外過夜。蘇師傅補充解釋過，衣物放在室外一整夜，會沾上夜晚嘅濕氣和灰塵。夜晚氣溫下降，空氣中嘅水分會凝結在衣物表面，衣物會變得潮濕。貼身衣物直接接觸皮膚，如果濕氣重，穿上去之後容易引發皮膚不適敏感，或者令人着涼感冒，尤其是體質較弱嘅人，更容易因此生病。從現實角度嚟看，夜晚風大，衣服在風中飆動，遠遠可能也容易嚇到人。如果你深夜見到陽台上有一件長衫隨風飆動，驟眼看上去確實會令人心驚。此外，戶外可能會有蚊蟲或飛蛾在衣物上停留，甚至產卵，對衛生也不好。如果真的忘記收斂，第一天可以將衣服重新洗一遍，或者用風筒吹一吹，徹底去除濕氣之後再穿。這個做法與傳統術法其實有啲設置嘅，都為了要保持衣物的乾爽和清潔，減少對身體嘅影響。第四，路邊的錢和包、首飾不要亂來，或傳統講法，有些人會將自己嘅病痛或衰運透過一些物品轉移出去，例如將錢或首飾丟在路邊，讓數多嘅人替自己承擔。即種錢在民間稱為買命錢或轉運錢，也有人會將靈體附住在物品上，放在路邊等人亂走，等於將麻煩轉嫁給別人，即種稱為嫁咗。所以路邊嘅物品，特別是來歷不明嘅，最好不碰。蘇師傅的建議是，無論傳統術法是否屬實，路邊來歷不明嘅物品最好不碰，特別是紅包封住的錢，更加不要亂拿。有些人會在路邊放置啲物品，設局引人上當。你招走咧，就等於承接你別人嘅咩麻煩。現實層面，路邊嘅物品可能帶有病菌或不衛生，執起嚟對自己沒有好處，又不值得為你小便宜而惹上不必要嘅麻煩。如果真的不守心物料，可以講一句有借有還，然後將錢捐出去做善事，或者用紅紙將物品包起嚟，嗰個乾淨嘅地方放下，不要留在身邊。最重要，不要心存貪念，貪小便宜往往容易斥大利。第五，不要隨便拍人家嘅肩膀。傳統講法，人身上3把火，左右肩膀各有1把。如果你突然從後面拍人家嘅肩膀，有可能會把對方的火拍熄，導致陽氣減弱，容易受到外來氣場嘅干擾。特別是當一個人正在專心做某件事，或者正在安靜嘅狀態下，突然受到驚嚇，身上嘅火會受到影響。蘇師傅特別提醒，當一個人處於放鬆或專注狀態嘅時候，突然俾人從後面拍肩膀，很容易受到驚嚇。老人家和小朋友本身陽氣不夠旺，加上突如其來的驚嚇對他們嘅影響更大，可能導致心跳加速、血壓升高，甚至因為驚嚇而跌倒受傷。我聽過一個真實嘅例子，有一位伯伯在公園散步，朋友從後面拍他肩膀想打招呼，結果伯伯嚇一跳，失去平衡跌倒，手腕骨折咗嚟好幾天醫院。所以這不只是傳統說法嘅問題，而是現實中確實存在風險。從現實角度嚟看，突然拍人肩膀本身就不是禮貌嘅行為。如果想打招呼，應該走到對方面前，等對方看到你之後再出聲，或者先叫對方嘅名字，讓他有心理準備，這樣既尊重他人，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驚嚇。如果因拍肩而導致老人家跌倒或嚇出病來，那就更加得不償失啦。第六，盡量不要去海邊、河邊或水邊活動。傳統講法，農或7月水鬼活躍，水屬陰，水底的陰氣特別重鬼月期間，水邊嘅陰氣會比平時更加隆重，容易發生溺水等意外。因為水鬼會遭替身，所以7月期間水邊特別危險，不宜游泳、窿魚或長時間逗留。蘇師傅解釋過，水在風水學上屬陰，水底的情況複雜，暗流水草、水溫變化都會對人構成危險。每年夏天因游泳或冬泳而發生嘅意外事故特別多，這與鬼月是否有水鬼無關，而是與安全意識不足有關。很多人自恃水性好，忽略了水底的暗流和水溫驟變嘅危險，結果發生意外。此外，7月天氣變化大，時晴時雨，水邊嘅地面濕滑，容易滑倒。雨後河水暴漲，水勢湍急，更加危險。所以傳統嘅7月不要去水邊，本質上係一個安全提醒。如果想游泳，建議去正規嘅游泳池，人多、陽氣旺、安全設施也齊全，有救生員當值。如果住在海邊或河邊，睡覺時最好拉上窗簾，不要讓窗戶對着睡面。從生理角度嚟看，對着黑沉嘅睡眠睡覺，容易令人纏身不安，影響睡眠質素，甚至發噩夢。第7，
不憂知己嚇知己，保持心態平和。傳統講法，你越怕什麼，就越容易遇到什麼。如果你一邊走夜路，一邊想着會唔會有鬼，諗任何一點聲音都會讓你驚慌失措。這種恐懼心態會令你嘅氣場變弱，氣場弱就更容易受到外界嘅影響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蘇師傅話，只要心正氣正就不需要害怕。恐懼本身會令人嘅氣場變弱，氣場弱就容易產生感應，即其實以一種自我實現嘅心理現象。你越害怕就越留意到身邊嘅異樣，越留意就越害怕，變成惡性循環。相反，如果你心態平和、坦坦兀兀，即使真的遇到乜異常情況，也能保持冷靜、理性判斷。所以鬼月期間最重要嘅保持心境平和，夜晚外出時腳步穩當，心態放鬆，不要胡思亂想。遇到風吹草動先冷靜觀察，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風聲、樹入聲或動物叫聲，與靈異無關。如果本身膽量較少，就盡量避免在夜晚看鬼片或聽鬼故事，以免影響睡眠和情緒。從小培養膽量和正向思維也很重要。如果父母在孩子小嘅時候就不斷灌輸恐懼，孩子長大後容易變得膽小怕事，影響成長和自信心。第八，路邊嘅祭祀物品不要亂動，也不要拍就或拍便容易七月。很多人會在路邊燒衣紙擺放祭品，這是對先人嘅心意和尊重。傳統認為，如果你亂動這些物品，會打擾到先人，對自己又不利。如果不小心踩到或碰到，可能會把不好嘅氣場帶回家。蘇師傅強調，這不是迷信，而是基本嘅人與人之間嘅尊重。人家正在祭祀祖先，你站在旁邊指指點點，甚至拿手機拍照拍片，是非常不禮貌嘅行為。就算路邊有一些祭品看似冇人要，又不應該隨便拿走，那是別人對先人嘅心意拿走啦。等於奪取別人嘅供奉。現實層面，路邊嘅祭品和衣紙灰淋可能帶有細菌或不衛生嘅物質，觸碰之後對身體沒有好處。燒衣紙產生嘅灰鬆，如果吸入肺部，對呼吸道也有影響。尊重他人嘅儀式，保持適當距離，這是做人最基本嘅修養。如果不小心踩到啲祭品或灰鬆，回家後最好沖個涼，換套乾淨衣服，象徵性地將不好嘅氣場沖走。不要刻意去想這件事，保持平常心即可。第九，盡量不要在7月辦喜事或做重大決定。傳統講法，農務7月陰氣重，不宜辦喜事，例如結婚、入伙、開張、擺滿月酒等。因為喜事屬陽，與7月的陰氣相沖，容易影響日後嘅運勢。老人家做大壽，特別是60大壽，傳統上也會避開7月，改在其他月份舉行。蘇師傅的建議是，如果可以選擇日子，盡量避開7月。但如果已經定呢日子無法更改，也不用過於擔心，可以在儀式中加入一些紅色嘅元素，例如紅包、紅布、紅色裝飾，用嚟平衡氣場，或者請師傅做一個簡單嘅祈福儀式，求個心安。最關鍵嘅是，如果你自己心裏覺得怪怪嘅，咁即使儀式辦得再好，你心裏的顧慮和不安，又會影響你日後嘅心情和判斷。所以如果心裏邊有不安，不如改期求個安心。對於重大嘅決定，例如轉工、簽約、撞要買樓等，蘇師傅建議可以等7月過了再處理。因為7月天氣炎熱，人心容易浮躁，做決定容易衝動，等天氣涼爽一些，頭腦清醒一些，再做決定自然更加穩妥。很多公司都會在9月、10月才做重大決策，也是有呢個考慮。第10，裝修或搬屋最好避開7月。如果無法避開要做淨化，傳統講法7月動土會驚動地方神靈，特別是和地有關嘅工程，例如拆牆、挖地、打地基等，都應該避免搬屋則，因為搬運過程中氣場混亂，容易將外界的雜氣帶入新居，影響日後居住者嘅運勢。健康蘇師傅嘅意見是，小型維修例如換燈膽、換水龍頭、維修電器問題不大，但大型工程例如拆牆、裝修全屋、更換地板，最好避開7月。因為這啲工程會改變房屋嘅極好和氣場，在7月進行嘅話，氣場不穩定，容易產生不良影響。如果已經定咗日子無法改期，那麼在動工之前可以做一次淨化儀式。淨化方法很簡單，搬進去之前將所有窗戶打開，讓空氣流通，用艾草或檀香在屋內分一圈，從裏到外慢慢走一遍，有助驅散殘留的雜氣。或者在家中撒一些粗鹽，粗鹽有淨化和驅除負能量嘅作用。放一晚之後，第二天掃走即可。搬入之後，打開水龍頭，讓水流一會。風水學上，這叫財源滾滾，同時亦可以讓屋內嘅濕氣散去，保持環境乾爽。入住之後多開燈，保持家居明亮。
因為燈光代表陽氣，可以提升家居嘅氣場。如果舊居搬走，離開之前關好所有水龍頭和電器，簡單打掃一下，禮貌地講一聲多謝照顧，一種對空間嘅尊重，亦是一種有始有終嘅態度。最後總結一下，有3類人鬼月期間要特別小心。第一類是老人家，年紀大，陽氣和體力都不及年輕時，盡量減少夜晚外出，嘥家居環境明亮通風，早睡早起，保持充足睡眠，增強抵抗力。第二類是小朋友，體質尚未成熟，容易受到驚嚇，盡量避免帶他們去偏僻地方或醫院探病。如果一定要去，最好佩戴平安符或玉器求個心安，平時多陪伴給予安全感，不讓小朋友獨自留在陰暗嘅環境中。第3類孕婦和產婦，身體情況比較特殊，氣場較為敏感，夜晚盡量留在家中，不要出入陰氣重嘅地方。產檢或復診盡量安排在白天，由家人陪同前往。蘇師傅經常講一句話：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四積陰德五讀書。風水只是互助，真正影響人一生嘅是你平日所做嘅事所積的福。平時多做好事，多幫助別人，心地好，自然氣場好，氣場好人自然順。多做善事，多布施，這啲善行會累積成福報，比任何風水擺設都更加穩固和長遠。即鬼月禁忌背後嘅核心精神其實就是2個字：尊重。尊重天地，尊重傳統，尊重他人，也尊重自己。有敬畏之心，自然行事問慎，少出錯，少惹麻煩。家居環境方面，鬼月期間保持家中整齊清潔，光線充足，通風良好，自然能夠維持陽氣，對居住嘅人也有好處。不要在家中堆積雜物，特別是陰暗的角落，更加要保持乾淨。最後，歡迎大家在留言區分享自己嘅經歷或心得。如果覺得這篇文章對你有幫助，歡迎分享給身邊嘅朋友，讓更多人留意這些傳統智慧和實用建議。祝大家鬼月平安順利，身體健康。咁我哋下期再見。